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平安。咱先两个请安啦吼。讲大雨中吼，你有得到平安，甲大家隔壁请安一下。第二呢，今仔日是阿公阿嬷节吼。阿公阿嬷吼，落雨天吼，唔通勉强伊来教会啦吼，到厝。但是咱伫边啊有阿公阿嬷会甲伊讲，阿公阿嬷快乐来来。今仔日这个时间哦，我想到5、6年前啦，咱迄个疫情的时阵吼，迄个禁止到什么程度吼？牧师徛讲台，两个同工伫迄个音控室吼，连圣歌队嘛无，拢用放录影安尼吼，聚会安尼，阮轮流起来5个，会使5个安尼。所以今仔日阁算人济啦吼，无问题安尼吼。因为安尼，咱会习惯讲，人少嘛是咧礼拜呢。因为我拄注意咧看咱的迄个网络吼线顶的，我看有足侪一排几排啦，讲什么人连线，什么人连线，什么人连线。所以无论是伫这个所在，也是伫线顶，咱的礼拜已经无受空间的限制吼。这嘛是咱来感谢主的，因为疫情了，这个科技吼怎规个拢发达起来，大家人无受阻挡。但是嘛无互咱感觉有一个贫惰，讲都有通线顶我都无爱来做礼拜，因为特别是今仔日的主题啦，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人甲人中间若无实体的接触，敢若用线顶吼，这个人际关系是无够的。所以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真健康啦吼，无受阻挡，拢会当组织伫遮。今日咱伫这个所在，三甲敬拜主吼，嘛是经历着讲咱这边吼，也无真正有风台咧吼。咱台南落雨落甲比风台较厉害安尼。想到旧年吼嘛，台南就嘛拄着一个大风台，真侪厝吼拢受到损害。咱的青年吼，即阵伫平湖七米伫遐咧服侍，伊嘛差不多即阵要做礼拜。咱的囡仔吼，哇，实在足活力的就对啦。因对拜三吼坐船咯吼，坐船去倒去坐呢？对马沙沟，对将军，透早5点半对才出门，坐到7点，去坐船。沿路哇去到7米，因为遐有一条路线啦吼，伊就是要带你去找咱平湖有南方四岛的一个国家公园。迄个所在是平常时你无法度人到，我伫平湖人嘛足少到。伊即摆一条航线。去停遐小岛，互你去佚佗安尼吼，一直佚佗，到最后一站就是去7米。咱青年吼找到这条线，去小岛佚佗，搁去爬山，安尼欢喜甲安尼。虽然会晕船但是吼，少年人体力好吼，休困就好安尼。无拍算讲，牧师讲，因要开，我嘛对因来呢吼，因为伊两工一条航线，今仔日去，搁2日后搁一逝安尼。我就甲咱教会有2位，咱主席的老师啦吼，是迄个玉凤老师甲那艳芳老师讲，我嘛对因行就对啦。我毋是主角，但是阮对因过安尼。坐船细，迄天好天甲热甲，影嘛足大，因为迄阵一定个起风迄个云咧起所以影嘛袂少就对。敢若伫遐一天好天尔，过2天就开始落雨。阮迄阵就甲2位老师讲，安尼。爱赶紧转来，若无转来吼，因青少年到明仔载才有结束。阮爱赶转来教会侍奉咱的龚校长伊转来主日学牧师爱转来主理我迄阵已经准备好敲电话要互谢牧师讲，我若袂当转来吼，我讲道片拜托你若袂当转来，谢牧师爱徛伫遮，龚校长爱请别人安尼吼，总是感谢主啦。平湖人吼，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也有加1、2天的活数比迄年吼，你袂当讲我准备到几点几分到，无迄种高铁的时间就对啦。延一天是足正常的。阮真正拜5，船无要开马沙沟的船讲阮无法度天气歹袂当去，安尼阮要安怎？赶紧爱坐船去哩马公，赶紧
这交通船还佫有开啦，去马公啊，赶紧吼，来去机场排候补啊，对下晡2点外坐，哇，阮排落到地吼，100号啦，伊100号以后才有轮到阮，啊，哪有迄空位遐济100号咧？咱一只飞机哪100几个尔吼，啊，到要暗，已经暗啊，食饭时间啊，大家想的讲吼，搁等落吼，而且无飞机飞来台南呢，迄班次较济是飞去高雄，啊，阮甲义勇校长讲，啊若9点外、10点外坐到高雄，啊若无车能转来台南，啊嘛是都爱住高雄，安尼麻烦啊，归去啊，撤退，啊走去附近的民宿住一暗，昨昏搁透早，赶紧过来伫机场啊，过来准备，有大先买一张票是要去高雄吼，啊，有是保证讲下当拜六转来高雄就对吼，但是还可无放心嘛。佮走去台南站的，佮甲伊候补。啊，等啊，已经吼要登机啊，剩半点钟要登机啊，你先就爱坐去高雄啊吼。我还宣布讲候补登记第几号，啊，头前几号拢无人报道，几号毋知走去倒去啊，就对啦吼。有登记无回复，啊，到尾我甲伊讲，啊，阮3个3个，伊讲好3个，啊，阮甲义勇校长张老师讲，赶紧3个。随登记，随换单，退票，搁买票，啊，赶紧走去到候机室安尼，像安尼安心啊吼。天气搁气象报告讲，歹势吼，台南甲高雄吼大雨啊，大雨关场，啊，暂时无要飞。啊，阮就搁想话讲啊，无要飞，到要安怎？毋知怎取消去无？啊，取消去嘛，甲无转来共意思啊。哇，伫遐坐，已经。1点外钟啊，到尾讲有要开放啊，要开放，啊，这关于登机啊吼，啊飞机滑跑道飞起来，到伫咱台南上空讲歹势吼，台南用过迄个云吼，已经无法度人互你降落，迄个标准袂使降落啦，啊飞机就伫空中搁加驶咧20分啦。感谢主，这种勘站吼，咱的青少年这边拄着，啊是。互咱感觉就是讲，毋是嫌麻烦，是咧讲人生有真侪代志，毋是照你计划的。啊，你会晓去适应，会晓去了解，心平常心，知影讲有即款困难吼，毋是例外，常常会拄着。当咱有即款的心交托的时阵，随遇而安，从容应付，你就会当面对所有一切困难的事。啊，这感谢主，咱为着。青少年祈祷，因为明仔载换伊要转来，啊，这个时阵吼，讲这个大雨爱可能会落到拜2啦，落到拜2，所以明仔载这个马刷到这只船会开袂开，下晡就知影，因为伊拢会提早讲，因为马刷到这个航线，伊就是为了观光的嘛，毋是正常的交通线。交通线是讲政府开的，你袂使讲毋开就毋开啊。但是旅游线我无人去，我就无开啊！啊，我有听瑞平牧师讲吼，即马还佫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爱平湖的交通船有开，啊，因坐船去哩马公，啊，赶紧走去迄个布地线，布地啊，要走布地的线，去坐迄个较大只的迄个船吼，因遐有一条航线，吼，去锁港，平湖的锁港。啊，开到布地，啊，若较大只，伊较无受影的影响，啊，就会当真正开，会当坐100-200个吼，啊，看会当顺势对布地搁坐来锁，啊，要对锁港坐来到布地，家己哦吼，啊，再搁请游览车转来到遮。兄弟姊妹，咱咧为着咱台南吼，啊，伫遮生活足舒适哦，爱感谢上帝呢。遮青少年去遐做工吼，有真好的学习哦，但是这点是上好的学习。交通啊，离岛会无方便，互因感受到讲人生无真侪大项代志，拢照家己所愿啦。啊，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咱伫遮要学习即个课题。莫需要伊来讲，通过即个课题，甲咱上要紧生活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问题。咱大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即个时阵伫遮
作为同心组织，我要通过登山宝训耶稣基督的教示，来学习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主啊，阮人是血气的动物，阮有主你所享受的灵性，总是有肉体的软弱甲软弱。常常伫人甲人中间，阮所面对的真多的功课，阮要来学习。愿主你通过你的话，互阮得到提醒，较教导。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兄弟姊妹，咱这段经文事实是对第一节吼，到10几节规段的，但是要甲切做两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6节。第一节到第6节，这个主题叫做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事实这个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嘛，毋是讲规个拢讲了，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人甲人中间的批判、的评论、的批判。这基督徒甲人际关系，耶稣用这个专门的主题咧讲到，恁用什么款的量器来量，来做咱的一个生活上的标准，生活上的标准。但这段经文，伊现代台语安尼讲，毋通批判人，才免受上帝审判。因为恁用什么标准批判人，上帝嘛用安尼来甲恁审判。你用什么量来量互人，上帝嘛会照安尼量互恁。安尼表示讲有一个对等的关系啦。你安怎讲别人，别人嘛安尼讲你。而且耶稣讲的，佫毋若是讲人甲人哦，是讲你用什么款的标准批判人，上帝看你的标准，照你的标准来批判你。意思讲，我伫主人的面前所表现的是，互人所肯定，互人所学落的。上帝嘛同款伫天顶，照你的标准来学落你，来肯定你。但是你若一切所有的事拢是嫌看无满意，拢别人歹，拢我好。上帝讲若安尼，你嘛是即款人。所以咱伫咧社会上，即款的道德假是上济啦。比如咱有讲一句话讲人是非是安怎？就是是非人。你会讲别人你家己本身就是迄个人。所以这个代志道理是真清楚，但是耶稣予咱一个足重要的准则。当咱轻调这项，咱就会感觉讲较有气，咱能遵守就对。咱拄则咱的这个慈宝老师咧带咱做唱第一歌祈祷的时阵，有特别提起讲，咱对家己的家庭、咱的亲人有5项的祝福，咱拢印伫周报内底第6页的所在。讲咱平时咧祈祷的时阵，会当用这5项祝福来祝福别人。安尼的意思就是讲，这5项好的品格，这5项好的人的品质，毋茫我有，我的亲人我所疼的人嘛有。伊这5项品格、5项祝福是啥物？第一，祝福人有健康的身体；第二，咱祝福人事业、学业，就是你的工作顺遂兴盛；第三，讲叫做心灵有喜乐，心有快乐、有平安，无看虑、无担忧、无烦恼。第4项，就甲今日咱讲的主题有关系。伊讲爱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真水。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家庭关系若好，人际关系嘛袂介歹。你若甲别人人际关系好，倒来厝，你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嘛好。最后项就是灵命的成熟健康，是第6页，咱常常拢放伫即个所在。毋茫讲咱咧祈祷的时阵，用这5项来祝福人安尼。咱耶稣咧讲的这个事，人际关系是较开阔逐项拢有包括着就对啦。咱人情世事啦、待人接物啦、讲话听话啦，伫即个群体中间，咱要当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啦，这拢真多。但是耶稣只敢若讲到一点，讲到评论人、批判，意思是一定是感觉对方有歹嘛，有无完全你才会批判。这批判真做一个人甲人中间迄个伤害性上大的一个部分。今仔日呢，咱这个社会因为通讯太发达了
较早咱讲人的闲话，讲人的歹听话吼，是偷偷啊讲，我甲你讲吼，你唔通甲别人讲哦吼。即嘛唔是啦，电视顶吼公开讲，是啊讲大声，讲好好啊，迄变节目咧，你敢知影？咱就敢若一个前总统的查某囝甲因翁吼婚姻的问题讲一礼拜讲袂了，讲袂了。哇，逐项拢讲。所以即马佫发明一个名词啦，讲毒舌评论，有无？毒舌就是讲你讲我外歹吼，讲颠倒收视率较悬。所以这个社会所引起的迄个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吼，有发生两种原因，一种是吼有话讲无话啦，外歹的话拢讲会出来；第二是讲拢麻痹去，你骨在你讲电视节目啦，也是讲遐政治人物伊即马毋惊你讲呢？你愈讲我愈唱，我愈出名，我惊你毋讲啦，听我的点阅率愈悬，即马煞人讲世界颠倒变啊，世界颠倒变啊！咱遐尼即位，咱无法当讲遐尼济，咱缩小来讲，耶稣并无期待基督徒迄个群体是完美的。耶稣无讲咱即阵奉主的名组织的人是完美的，伊无安尼讲，因为真清楚内面常常会拄着真多误解，拄着问题。但是伊关心的是甚物？意思讲，确实都有人伫迄个团体中间有无细字的行为，也是讲无细字的话。咱基督徒应该用甚物态度来相对待？伊是甲缩小到伫即个部分。咱即个群体内底，无论是几十个、几百个，咱常常中间有加减，有拄着一寡误解，有一寡困难，咱要安怎彼此相待的意思？但伫信仰的大家庭，咱要用甚物方式？用甚物方式来彼此纠正？意思是讲，明明有人无好势，毋对，什么款方法是要互伊较好，毋是要毁灭，也是要安尼侮辱到地，安尼乌烟瘴气。耶稣也是讲，咱出伫什么款的方式，是要互即个群体更较好，错误会当改正，而且也无拄着伤害，安尼是上悬的。所以耶稣提供的方法，大家拢知啦，大家拢理解。这道理大家拢清楚，毋过呢，有时会互人得到误解，就是讲你毋通评论别人，免得受人评论。耶稣毋是讲安尼咱都莫讲啦，袂使讲毋通讲。伊的错误咱拢无要讲，拒绝迄个真理甲错，迄个分辨真理甲错误，好甲歹拢不管伊，拢搁在一起，毋是。耶稣毋是安尼，耶稣是爱咱迄个。出伫迄个处理的心，咱的心意是安怎？顶日我有看到一个图卡，内底有两句话，我放伫遮真好的提醒啦。咱教会即个群体呢，咱要有一个理解，完美的教会无存在，无迄个完美的教会。咱若是会讲、会行、会笑，会做代志，人甲人中间，咱即群人都无迄个完美，无迄个完美。因为咱还阁咧继续受塑造，现在咱都来听道理，都来读圣经，互相劝勉，互相鼓励，互相提醒，是咱彼此拢感觉也无够啦。那完美就去天顶啊！所以即句话咧提醒讲，我若看讲即个教会无啥好，我看了无满意。伊讲换所在啦，换教会袂解决问题。你换问题嘛继续，因为迄个问题对你行，问题对你行。所以有人就常常咧做一款讲较咸的话提醒啊。讲有人讲恁这教会无疼心啦，你这教会拢看悬无看低啦，这间教会啦，歹，逐项拢歹就对啦，有的人就无客气甲讲讲你若离开就无歹啊，安尼啊。你人这个人无伫就袂歹啊！意思讲歹的人常常家己就是迄个歹。所以
这句话，互咱真大的提醒哦。毋是换所在，是改变内底。咱的心有改变，家己有改变，伊即个环境才会改变。哇，这上困难的问题啊！咱一般也是讲啊，你这个教会啊，交代无好啦，这个教会唱歌无好听啦，这个教会牧师讲道吼，讲了听也无啦，换一间啊，你嘛共款，这话搁讲一摆，因为你若无改变家己，所有拢在你的无满意所以。这个话甲提醒讲，上帝呼召咱伫无完美的中间，爱彼此接纳、扶持，学习用听来补迄个气卡。所以互恩典成做教会上水的见证。意思是讲，你讲无听，就是欠听嘛，欠听就爱较听的就对啦。哎呀，拢无人咧学了，无人咧肯定，就是爱加学了、加肯定啦。你交代吼。交代都无够周至，你就较认真诶，较有笑容诶。毋是讲换一个就解决啦。虽然讲内部的改造、内部的修正是上界要紧诶。所以以弗所1章23节讲，教会是伊诶身体，是咧充满万物所充满诶。但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缘会去拄到这个问题呢？咱拢知影。耶稣叫咱唔通评论的命令，唔是讲你遐个邪恶、错误，咱拢目睭刻莫插，唔是。耶稣所拒绝的是个论断主义啦。论断主义就是讲好也歹拢是负面的，拢共讲歹安尼。讲即款的批评者唔是真正照真理、照听心在评论，是安怎？常常伫足严的，唔是出伫听。毋是出伫恩典，毋是出伫怜悯所以耶稣爱咱做一个思考什么呢？咱拢是受评论的一个人，咱若去好大去评论别人，你家己就会受更较大的评论所以政治人物咱讲哇，批评安怎批评嘛，政府安怎应安怎，到尾伊家己互人批论上厉害。因为伊家己做诶都无真正遐尔好，伊讲举那个道德的高度，讲人安怎到尾人迄迄个狗仔就去翕迄即个人你看讲人安怎家己就做有够差有够歹，所以讲人是非就是是非人，咱的古人拢甲咱讲清楚但有一个立场上，咱一定拢真清楚。主客意味迄个对象就绝对有真侪部分是对立的。一个老师徛伫台顶足严，讲你有作业有写无？你写好，你爱准时来读册，这是毋是老师的责任？但学生囡仔讲，哎哟，我哪会使免来介好老师莫遐严老师功课较少的意思是讲。迄个角色常常是对立的，囡仔会讲老师歹，老师会讲囡仔无好。咱社会上常常发生的就是大家甲新妇啦，大家常常要求新妇安怎，但新妇嘛讲这个大家歹大家安怎安尼。做生意的做生意啦，我咧卖物件。人加趁1箍，我就讲介好但是你要买的人讲，你人俗1箍，毋是较好。是我要趁钱，还是你要省钱？这种常常会自然产生对立啦。你若无法度去为对方想永远拢是伫冲突的内底。所以耶稣才甲咱讲，咱人因为有这款天生所拄着的对立的关系，所以咱就爱去较细致。有的人。就是心思意念，就是亲像一个评论人的各种的机器啦。来看拢无看到水的、好的，拢是讲这个歹，这垃圾，这无清楚，啥看的拢是遐个无好的就对啦。水拢无看到就对啦这款人呢，就是讲对别人的态度拢是负面的，拢是破坏性的。伊足兴趣的是看人的歹这个人头毛哪会安尼？
安尼色度安尼吼，啊，若搁较长小，毋是较水安尼。啊，人都已经开偌济钱啊，你搁甲伊讲较长诶，毋知偌好，那伊就是家底啊，吼安尼。啊，即条衫安怎？什么色较色地安怎？反正吼，目睭一个看，拢是成功，即个歹，即个无好，即个无够额安尼。啊，这就是讲，亲像咧检验各种诶机器，迄若叫伊去检验机器，伊根本都检验袂出来。但是吼，即个社会人甲中间吼，有啥物歹伊拢看会到就对。但是呢，主要咱知影，讲无人啊，无人类有法度人完美做评判。我就拄仔讲，大家甲新妇就是对立的，常常是对立啦吼。啊，头家甲迄个伙计啊，吼。啊，父母嘛有可能，父母甲囡仔嘛常常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啊。啊，即款关系你若无去设身处地，永远拢是对立争论。伊讲哦，人无可能完美甲安尼，只有上帝知影人的心，知影人的动机。也因安尼，当咱有这个理解了，咱就会较客气啦吼，较谦卑，知影讲，有时我的评论毋是正确的，有时我的评论是一面之词，也是我看即面啊定。咱有时捌伫迄个网络顶间，你看到讲有迄设计师，也是讲遐科学家伊设计一个图像，啊，即个图看咧是人，啊，迄个看咧，即个图像看过对别个看过是动物安尼吼，伊从迄图像会产生一个误解就对啦。啊，当咱有即款的理解的时阵，咱就开始对什么呢？主要所用一个足趣味的比例，足重要的比例。即个比例是讲，你目睭中的刺甲圆仔叉，啊，因为新的翻译无啥相像吼。咱较早台湾话较容易讲的是讲草仔油啦，啊，搁圆仔叉，一个听落随知影，草油啊，吼，一个油啊，倒入目睭内头足刺擦的，啊，圆仔叉是足大颗的啦吼。啊，现在台语是讲吼，啊，就是目睭内有叉壳，啊是目睭内有叉油啊，叉壳甲叉油啊安尼。啊，当伊圣经安尼讲，你若简单在看兄弟目睭内的叉油啊，也无注意到家己目睭内有叉壳，你家己目睭内有叉壳，哪会当甲你的兄弟讲，你的目睭内有叉油啊？我甲你摕起来。啊，假好的人，家己目睭内的叉壳就先摕出来，才会当看清楚，通甲兄弟目睭内的叉油啊摕出来安尼。啊，即个话看起来是真简单，因为迄个比例差足多嘛，叉油啊是有时看无啥会着迄种诶。咱目睭啊一点仔涂刷就不舒服啊，啊叉壳是安大，拢挡着你头前啊。耶稣用即款幽默的方式提出论断的问题啦，因为你想要毫发无伤，对朋友拄起即个小叉油啊，啊你目睭有遐大支大颗叉掉的，你哪有可能去甲人叉油啊摕出来？意思讲你家己的偏见，你家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都遐尼重啊，你哪有可能甲人一个小小的问题处理掉呢？所以叉油啊，甲叉壳，人拢有一个倾向，咱嘛是一个心理学所研究出来，讲你常常呢放大别人的缺点。别人缺点吼，你讲啊大，啊，毋过常常吼，家己的缺点甲问题吼，你甲低估去啊！啊，我这无代志啦，无啥啦。啊，别人吼，严重啊吼，啊，你赶紧要甲处理去安尼。咱常常用乐观的角度看家己啦，啊，对别人保持着怀疑的眼光，因人常常因为伫别人身上看到家己的问题，甲因当作箭靶。即句话就甲恁拄仔讲的同款，讲人是非，家己就是是非人。啊，即个人讲话真大声，其实伊上大声。啊，即个人吼，啊，食物件吼，啊拢无规矩，啊，伊家己上无规矩。所以当你讲别人的时阵，你先会讲着，因为你家己有迄款经历嘛，所以当你家己无好，才去讲着别人无好。啊，所以即个话是咧讲，你用怀疑的眼光，你咧讲别人的问题的时阵，其实是咧讲着家己。所以耶稣爱咱刷开家己目睭的叉壳，意思是讲吼，咱
像拄则咱讲的迄个教会换教会的问题，毋是换所在就解决，是你爱处理家己的生命问题。即个所在，茶苦甲茶油啊，就是生命问题。当你的生命会遐圆仔茶刷开，你发现讲啊，足轻巧的，足清幽的，因为会当拥有清澈的眼光，你才有迄个开朗来帮助别人。意思是讲吼，当咱要去指导别人，咱要教示别人，你要家己先做模范，你要做好，啊，你若做无够，你要要求别人。啊，所以咱嘛，家己有时做父母的，家己拢会有一种安尼较有点仔较欠缺啦吼。就是讲啊，咱要叫囡仔安怎，实际咱家己嘛做袂到。啊，所以处理家己的问题是刷开迄个圆仔茶上重要的第一点。咱需要用对别人的批判来要求家己啦，吼，而且用家己的包容去包容别人，意思主客意味啊。我要求别人的，颠倒是爱要求我家己。啊，我对待家己的态度，颠倒是我爱对待别人。啊，当兄弟姊妹，这经文吼，事实教导是真单纯、真清楚，主要是讲咱爱伫生活中一再去操练啦。道理毋是毋知，是咱生活伫即个大环境的内面，咱是一个有脾气、有个性、有情绪的人，随时伫生活中会拄着。当你家己的心若定，你的圆仔茶无的时阵哦，你看到的代志拢足清气，啊，这拢真水，真好。哦，看到你啊，看到兄弟姊妹，哇，你这面容真好看，你穿的衫真水呢吼，你头毛今日热了真好看，因为拢会先对水的看，因为你内底无圆仔茶，啊，你若有圆仔茶，逐项拢歹，因为吼，你家己先歹就对啦。所以讲人歹的人，真正家己也先想讲，我可能敢有遐歹，我若讲人10个歹吼，可能我有11个歹，哇，这实在是咱基督徒人际关系上重要的关键，迄个关键就是。处理家己较重要，啊，处理家己就上歹处理啊，吼，对毋对？吼，咱处理别人较紧呢。啊，不过这是耶稣爱咱的登山部分，对咱的教导。最后这站吼，有点仔无相像啦。这站吼，耶稣讲到吼，猪甲狗的问题。哎呀，耶稣来突然间讲到这个吼，耶稣想到这个狗，毋是咱厝里的宠物呢。兄弟姊妹，咱即摆咱兜的狗啊，是毋是比咱的囡仔较疼？哦，安尼疼甲毋知人去啊！吼，我呢感觉，甲遮个青少年坐船啦，啊，都讲要去澎湖吼，啊，要去南方四岛，第一站讲啊奇怪，有人塞2个些婴儿车入来，啊，奇怪婴儿车都无看到囡仔吼，啊，因为吼，原来内底吼滚啊遮尔啊，伫婴儿车内底。啊，为着要顾遐婴儿车吼，伊甘愿毋爱入来内底坐，因为吼，迄船若游吼，婴拢会破来哦。啊，迄船的后壁面有一个大坪啊，因甘愿坐伫遐，因迄动物袂当掠入去，啊，就甘愿伫遐坐。到后来知影讲啊，原来伊就是坐即只观光船要去其中的一个小岛，啊，伊小岛伊的爸母住伫遐，迄块岛吼叫做东树坪。东雨坪，敢若住20几个人，一块岛敢若20几个人住伫遐，吼，规块岛安尼足自由的。啊，原来即个主人就是带遐猫啊，要转去看伊妈妈。哇，疼惜到偌好诶，偌重要诶呢吼。但是耶稣讲诶迄个，毋通甲啊，迄个吼物件吼。啊，来等候狗啊！伊个狗啊，毋是咧讲咱厝里迄种啊，咱咧照顾迄宠物就对啦吼。因为伊讲的是迄个野狗，迄伫外面吼啊，会去咬人的吼，啊去伤害别人啊，迄款的狗啊安尼。伊讲毋通甲迄神圣的物、宝贵的物摕互狗，因为迄狗啊毋知影迄个宝贵。佮另外佮讲一句讲，伫犹太人眼光吼，伫迄土公埋咧。得加棍的迄猪吼，嘛是无清气。啊，耶稣用即个咧譬如甚物呢？咱最后要讲的是讲，即句圣经在讲，毋通摕神圣的物互狗，因为因会过来咬你。吼，咱知影讲，
咱即马台湾真侪所在拢注意野狗，因为有人捌互野狗咬到规身躯咧，受伤咧。啊，佫嘛毋通甲珍珠迄伫猪的面前，因会去甲蹲搭，伊就是毋捌米啊，毋捌饱嘛，伊可能食迄个迄个有通食一点都较重要。啊，你吼新鲜的米啊，甲珍珠，这动物根本都无注意。咱佫讲一项，就是讲是游走的狗，啊，佫是无清气的动物。对伫耶稣的角度来讲，那犹太人袂将献祭新鲜的米，是咧，袂将献祭的米吼，啊来摕互狗仔食，嘛袂将即个贵的珍珠来等伫迄个猪条内底。啊，即个圣经节，伊在甲咱讲，咱要安怎对待即个，伊咧讲的意思是，咧讲着一部分啦，就是咱有时咧传福音的时阵，有个人甲你勒骂，甲你拒绝，啊，甲你底断吼。有时咱无必要讲一直遐甜对。有时亲像耶稣讲，你传福音，哦，即个人啊，即个人也无赞成哦，你就站骹地。吼，迄土粉啊，站的，你搁别位啊！意思讲不要在他们对啊，你甲因颠倒就对啦吼。有伊无认捌福音吼，你硬硬甲宣传颠倒，伊会甲你侮辱，亲像狗仔咧食新鲜的米，也是猪咧打遐珍珠共款。咱知影讲，咱若是地狱伫遐对福音有歧视、侮辱福音的人，等于甲福音廉价化就对啦吼。咱知影讲对着人有充满坚持、甲耐心，而且对人的一个苦劝关心，这可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反应吼。就像上帝对咱嘛真有耐心，但耶稣讲的是讲，当咱若有拄着一款安尼反对对敌的时阵，咱就无一定讲一定爱甜对甲感觉互人侮辱安尼就对。兄弟姊妹，咱看见耶稣互咱即个人际关系的提醒，随时伫生活上，咱常常会拄着。咱常常嘛伫教会中间，有时咱看见即个行为无好，即个讲话无好势。咱通常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讲，有时人对顶吼无好讲，有时咱的即个教会体制来讲，你爱报互长老知。互长老去明白即个代志，伊长老伊的身份较超然，一天都会当去做培会，若有啥物误会，大家讲的较清楚。咱的教会的使用拢有安尼呢，讲你若有嫌隙，就爱毋通死过包容啊！你爱去甲报互小会知，互小会通好去处理，互两边拢安尼真公平，袂互误会，无人感觉你挖倒一边。即个教会拢有迄个体制伫咧。兄弟姊妹，感谢主，互咱伫遮三甲通过即个短经文，伫遮来做学习。兄弟姊妹，咱即个时阵，咱要来吟首诗，这首诗歌就是赐我自由。咱要准备来为着需要祈祷。